在春節假期期間，府城聖順堂台南金好夜會舉行祝壽祭典，今年收到各地祝壽單位貢獻的獎品相當的多，所以透過台南市議員鄭智傑媒合，發揮善行公益，讓壽禮變成物資，捐贈給社會團體。那今年呢，智傑選擇呢有2個愛心單位，社團法人台灣護家協會，還有我們洪家啟能庇護中心。那所以智傑呢，經過跟這個金湖爺爺會討論之後，決定把這些大量珍貴的物資呢，來捐給這2個單位。有時候是金錢，有時候是物資。但是我很謝謝大家願意相信我智傑，讓我成為一個這個善的發送的平台。所以智傑呢，今年開春一收到這麼大批珍貴一箱一箱運過來的物資，我決定來捐給那個洪家跟這個護家協會，讓他們呢落實這一些物資給真正需要的人。這屆捐贈的物資包括着白米、油、泡麵、甲罐頭等生活用品。宗教團體長期以來在公益行動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希望會當拋磚引玉，和宗教文化甲社會關懷互相結合，發揮更大的正向力量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